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台南奉拜着郑成功的延平郡王祠。今年这个芳阵阁来了，一大阵的芳就绣伫个郑成功身上倒平的骹。其实这个万芳千安的现象已经真侪年了。每一年到郑成功忌日进前这段时间，这个芳拢会组织伫个郑成功的这个雕像，时间一个到就会集体来消失。地方上的流传讲，这是郑成功过去的部下化为芳阵来向子孙请安，民众拢讲真神奇。台南福西郑成功的延平郡王祠内有被芳停伫神明倒骹，拢无离开。不过庙方是无感觉奇怪，因为这款现象已经有真侪年的历史啊。老师也这样讲哦，是类似那个部将啊，回来给他一点那个祝寿安尼。当年差不多伫郑成功忌日的前后这段时间，这款俗称万芳请安的现象就会固定出现。短食2、3天，长食1礼拜，不过时间若到，就会集体消失。小哥来看蜜蜂的呢？有啦，讲后巧言的后来再摇怎么巧的？到底什么原因无清楚？有一个讲法是，真个身上拢会抹一层油蜡，这个芳蜡正是用来保养神明油蜡的所在，所以讲吸引这个芳会过来。要么地方上嘛流传着，这是郑成功较早部将化作蜜芳来甲子孙请安，为历史故事增添新情。